北区正甲里10号上午，伫正甲里园办理欢庆端午包粽乐活动，邀请社区领长甲志工做伙来包粽。也因为这个活动已经是连续举办10活动，真受到民众欢迎。就连立委陈廷辉也特别到场，甲社区志工做伙包粽庆端午。我一来时阵，妈妈就甲我讲吼，紧来学肉粽，学白肉粽吼，因为今年咱的白肉粽拢慢慢失传啊，咱少年一辈拢慢慢已经袂晓白肉粽迄个趋势，所以其实借着白肉粽的活动，互咱的一代一代吼，来知影讲其实肉粽吼，真正妈妈的味上好食。足侪人拢甲我问讲，恁台南肉粽讲足有名，什么肉粽上好食？我讲妈妈北的肉粽上好食。正甲里连续坐档办理包粽活动，除了是延续传统以外，也希望透过活动，和社区民众联络感情。正甲里吼，就是每一年一度吼，拢有办这端午节啦。这端午节就是一个传统，吼。伫我担任里长以来吼，就是每年拢有，因为话是讲拢白食的尔，阮就是有现场。食现场搁现场北因的吼，会当联络这个感情吼，邻里的感情啊，邻长、厝公啦、人民啊吼的感情啊吼。今仔日吼，咱也平常我就是平常咱讲咱委员吼，单委员吼安尼。来到3天吼，因为这个大会还会当成功啦。正觉里的吴同吉里长都非常用心哦，每个节气都会让大家感受到里长的温度对于邻里的这个，为了要让大家的那个凝聚力更高，所以呢办了很多的活动。那今天呢端阳平安的这个活动呢，让大家来包肉粽，来那个拿肉粽，让大家可以有更祥和的这个社区的活动来让大家体验。这次欢庆端午包粽乐活动，总共有20多位正甲里的志工朋友参与，包了将近1000粒肉粽，除了和民众早登去厝甲亲友分享以外，也分送给厝边的好朋友，做伙感受过节气氛。但是新闻赵秀维采访报道。